咧，大家好欣賞大家咧，都係即係珍惜我哋每一個月一齊喺晚上我哋分享財商教育嘅機會。今日呢個題目咧，我相信大家都係都係好想聽嘅，更加係好想一齊嚟學習因為從冇人教過我哋即係點樣叫學習投資包括我哋即係金錢管理，我哋都冇人教啦不過去到講投資咧，就好多敏感嘅位就牽動咗，特別即係而家呢一代嘅年代裏邊咧，太多嘅渠道去講所謂嘅投資，究竟我哋點樣辨識，同埋點樣開始由自己認識開始去到下一代我哋嘅教投資嘅一件事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嚴肅一齊嚟學習嘅一個嘅課題。即係我唔理你係一個即係投資或者理財高手咩都好啦，我覺得嘅教導下一代啦。其實係一個即係另一回事嚟嘅咁所以我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我反而唔係一啲嘅投資嘅伎倆，因為我即係嚴格嚟講，我都冇乜太大嘅資格講因為我唔係投資專家，但係我哋要嗰條伏線咧，其實係講緊下一代嘅教養，特別我哋講一個咁敏感嘅課題，究竟幾時教小朋友投資，點樣講法？究竟邊啲 OK，邊啲唔 OK？即係我哋應該點樣 start，點樣 handle？呢件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嗱，今日我講嘅內容咧，一樣啦，即係如果大家覺得有用嘅 PowerPoint，就大家喺個鏡頭前邊影咗佢就 OK 啦。因為我哋唔會即係跟住我哋都唔會再錄播一次，或者即係俾一啲嘅重播一啲嘅畫面俾大家睇㗎嚇。咁呢度稍微提一提大家OK，或者喺聊天室大家都話俾我聽，我而家嘅聲音係咪大家都聽到？Yes or no 即係等我知道，我開始分享緊我嘅PowerPoint 啦OK，咁請話俾我聽，係咪 OK 啊？OK，good，好，咁我開始咗個 PowerPoint 先等等誒，等多一陣啫，我要刪咗啲鏡頭先，嘅等等因為我要刪咗個字幕，咁方便大家睇畫面。OK，等多一陣添，好快。好，咁想問大家係咪睇到我 PowerPoint 嘅畫面而家即係如果我嘅聲音係咪OK？OK，係咪畫面都 OK？未見到畫面啊，校長。哦，未見到畫面啊？嗯，睇下先我點我應該未 share，而家咧都未。係啦，都未你喺下邊有個分享，等等分享屏幕或者 share 嚟。我睇下先我收埋先呢個，各位等等，我可能未誒先，開始見到你有個 PPT 嘅我開始見到啦，係啦，放翻全螢幕就得啦。而家全螢幕係咪 OK 啊？而家 OK 啦，唔該晒。好，唔該晒各位。嗱，我正式開始啦，因為個畫面我估應該 OK 啦好，今日同大家講嘅題目咧就叫可以給孩子學投資嗎？OK，大家喺個咁短嘅 question 裏邊咧，其實大家 focus on 投資，不過同小朋友講嗱，我假設大家即係對你學嘅投資嗰度啦，有幾多認識我唔理我稍為要focus，同大家一齊 focus on 啦，即係
我哋點去教養我哋嘅小朋友學理財呢個畫面，以至係 focus 入去講投資嗱，要用呢個角度去睇啊，咁你就知道其實投資個重要性，同埋應該要講啲，應該要牽涉到啲乜嘢東西啊，好重要啊！首先要同大家分享，原來我哋要教小朋友關於個財商教育嗱，我再定義下咩叫財商，喺坊間講嘅理財有咩唔同？坊間講嘅理財主要係教小朋友係學一啲嘅技巧，即係或者學一啲知識。我哋睇重咧就係心態嘅培育。OK，佢點樣管理金錢？所以我呢個畫面咧就係我十幾年前即係我孕育出嚟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完整要教小朋友學財商一個8個方向嘅畫面。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如果你真係認真去教你嘅小朋友去學一個完整嘅財商教育咧，其實有8個方向。嗱，中間可能比較清晰嘅，旁邊蒙咗嗰啲嘅圓圈嗰啲嘅文字唔需要睇。不過請大家稍為 focus，稍為集中咗我有1至到8中間嗰個範圍嗰8個世界圈。嗱，我呢度8個跟住數目字嘅8個圈咧，係代表我要教小朋友教佢關於錢嘅學問嘅一個先後秩序。OK，咁我由第一開始講啊。原來我細嘅小朋友細個3、4歲啦，就可以俾佢認識金錢係咩嚟噶啦。所以第一就叫認識金錢。認識咗金錢之後咧，就係教賺取啲錢點賺翻嚟噶。我未學使錢之前，我要知道啲錢點嚟嘅。我要小朋友揸住啲錢或者見到啲錢嘅時候咧，佢知道今日喺我生命裏邊有嘅錢或者用嘅錢咧，係父母辛苦賺翻嚟嘅，所以要賺取金錢。第3就學儲蓄金錢，跟住學消費金錢、分享金錢、預算金錢、保護金錢，最後嗰個第8個板塊咧係增值金錢。增值就係講投資。如果跟住呢個先後次序1至8係跟住順序咁去咧，咁大家會見到一個畫面，其實教投資咧係講到最後。又換句話講咧，如果一個完整嘅財商教育嘅話咧，幾時先可以教小朋友關於投資金錢嘅事啊？應該之前要教1至7個畫面，咁先好教第8先可以講投資。即係換句話講啊，今日我哋要講個內容之前咧，其實小朋友應該要有已有嘅知識同埋能力咧，係關於1至7嘅嗱。所以今日如果你啱啱先諗住開始教嘅小朋友，其實永遠都唔會先講，就由個投資金錢嗰度開始講學問，或者去教小朋友關於財商嘅事或者叫理財嘅事，因為要先教1至7。你教晒佢明白1至7之後嘅話咧，佢認識金錢，開始對錢點儲錢、消費、分享、預算、保護，佢賺出呢個學晒啦。然後我有咗呢個 background 啦，我哋先教投資金錢。所以咧，其實投資金錢唔係 starting， 反而係一個完整畫面嘅 ending。咁所以嗱，呢個大家要抱有啲咁嘅態度先。所以如果你啱啱先去接觸呢個要教到小朋友關於錢嘅學問嘅時候咧，咦，今日講投資喎，其實話俾你聽，你要趕快要教好1至7。所以你未正式上過，即係或者喺晚上上過我哋嘅課嘅朋友嘅家長嘅話咧，我鼓勵你 hold 住今日嘅投資金錢，即時今日又聽就即刻教。反而調翻轉，你要喺每一個月一個嘅晚上，好好去聽我講1至7裏邊嘅內容。最後你覺得個小朋友 OK 嘅先教增值，或者叫講投資。喺4、5年前，我去咗一個全校嘅家長會，坐滿禮堂，接近300幾400人嘅家長嘅即係一個講座。咁中途有個休息，有個家長就出嚟問我個問題，咁即係我都俾佢中途去問問題嘅。咁就我好記得呢個故事咧，大家見到呢個畫面嘅故事咧，
就係佢問個問題。話說佢話俾我聽，佢有一個11歲嘅仔，有一晚咧，佢攞住嚿錢。嗱，大家見到呢個圖畫有一對父子喺度，旁邊有隻豬仔嘅意思咧，係代表佢其實佢已經有筆錢喺手嘅，即係成袋都係錢啊！佢就同佢爹哋講：爹哋啊，11歲啊，誒，我有包，即係我已經有筆錢啦，你可唔可以替我，即係幫我買一手匯豐啊？呢個爹哋即刻問：咁你點識投資啊？其實佢未問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就即時問：喂，你聽到你個仔問，即係叫你買手匯豐嘅時候，你即時嘅反應係乜嘢咧？佢話佢嬲到不得了，跟住就問咗依句說話：你點識投資㗎？其實係語氣係唔好嘅。跟住啊，唔知點解何來好怒氣咧，就一巴打落個仔度。佢話咁細個學咩投資啊？嗱，呢個係佢得喺我大概4、5年前。咁當然啦，4、5年後嘅今日咧，可能今日嘅小朋友，你同佢講投資咧，可能未必係今日嘅係昔日嘅畫面。但無論點都好，你個腦海裏邊，如果個仔咁問你嘅時候，或者個女咁樣問你嘅時候，佢仲攞住筆錢人哋問你嘅時候咧，你個反應係乜嘢咧？OK，除咗你好想知道佢點識投資之外咧，你應該點樣回答佢咧？喺個剎那間，呢個爹哋望住我，我話：你點解要冚佢一巴啊？其實佢背後裏邊，我相信呢個爹哋會滿腦子都係 question mark。咩？究竟個小朋友知唔知咩叫匯豐嘅股票？OK，知唔知咩叫一手？點樣先叫一股？幾錢先叫一股？點樣先叫一手？點解佢識講呢個 term？識講呢件事？其實佢識幾多，又唔識幾多？究竟我應該點樣回應？我相信呢一紮嘅問題咧，就去晒呢個爸爸度。不過可能我都問佢：你打完之後有冇後悔？佢話有。其實一巴打過去啦，已經俾我攞唔到個答案，即係究竟佢邊度學翻嚟？佢點識投資？啊，還好呢個爹哋肯好，即係好老實咁去講咗呢個問題。當然，我唔可以一下子講個答案俾你聽，因為其實背後仲有好多。如果個仔淨係問你一句說話，咁即係你好多嘢要教，同埋點樣教？而家呢個時候係咪 timing 要教？啊，我教幾多，其實佢識幾多？嗱，呢啲都係我陣間好想同大家分享個裏邊嘅內容。第一個問題，其實我哋好想，其實大人自己自問，點解要投資？即係我估呢個問題係好重要。我今日嘅核心嘅其中一個部分咧，就係俾大家你都要好好認識，即係點解我哋會投資？投資呢兩個字咧，其實喺今時今日呢個現代科技進步嘅世界裏邊咧，其實投資已經係一個好 popular，已經好常態嘅事。但係其實冇人問 why，點解我哋要投資？OK 啊，我簡單啲講勾畫呢個畫面，其實我哋同個小朋友去理解人點解要投資咧，其實有唔同嘅層面嘅。大人點解要投資咧？因為我哋要維持我哋嘅生活嘅衣食住行，我哋就要賺取收入。成年人嘅收入點得翻嚟呢？第一就係要工作，透過工作喺唔同層面嘅，我哋要付出我哋嘅勞動力去換錢。OK，好啦，第二先去講投資。咁即係話咧，換句嚟講，投資就係錢滾錢，即係話我想話俾大家聽，點解我哋要投資啊？係因為我哋想多一份收入。嗱，記住我講呢句說話，係多一份收入。咁換句話講啊，即係話咧，我哋未去投資之前咧，應該有一個主流嘅收入，我要做好嘅就係透過我常態嘅工作。嗱，呢個正正就係我哋今日我哋嘅年青一代 miss 咗嘅畫面。我哋好多時都本末倒置，
將全副心機、時間、精神、錢全部都擺去投資。你睇下國內好多人咧，就日日夜夜就走去金魚缸裏邊睇下啲價位，但係冇一個人去認認真真自己去揾一份主流嘅工作。當然你話關校長今時今日裏邊好難揾工作，因為 AI 取代咗我哋啊，啱嘅。但係呢個係一個心態嘅問題。我哋真係如果落到 AI 取代啲人類工作嘅時候咧，先再講啦。但係我覺得就係、起碼我哋有一個基本嘅觀念，投資係我哋第二份嘅收入，呢、個嘅觀念係要好重要。嗱，呢個係第一，你要教到你要話俾自己聽，唔好本末倒置。OK，即係唔好你將整副精神走去講投資，去做投資，反而咧冇心機去工作。嗱，你失業另外講冇辦法，但係你都要話俾自己聽，我主流應該係一份常態，我揾到一份我肯定賺得到收入嘅工作，呢個先係我第一個收入。嗱，我講咗咁多，我希望大家即係穩守呢個觀念。嗱，翻去小朋友佢都要生存，佢都需要收入。不過佢嘅收入就係父母供養咯，即係佢嘅衣食住行咧，佢唔需要透過工作去揾啦，係佢正職就係讀書，所以其實佢唔需要即係喺個正途裏邊去工作去賺錢。呢個第一，咁呢個大家明白啦。18歲或者即係大學可能都係你繼續養住佢嘅，OK 佢，所以佢冇呢個咁嘅即係擔心喺度嘅。第二份收入，除咗你供養佢衣食住行之外，你仲會俾一筆零用錢俾佢學下點用錢，學下點樣去自己去點樣規劃錢。嗱，呢個我稍後再講，呢個都係屬於小朋友嘅收入。嗱，呢個係好重要㗎。你要教小朋友理財，有財先有得理，所以呢個除咗你平時隱性咁樣俾咗衣食住行嗰筆錢，變成一啲衣食住行要有啲物質之外咧，你另外都要俾筆零用錢佢㗎。所以呢兩者成年人嘅收入同埋小朋友嘅收入，如果總結起上嚟，我哋睇下下邊一點就係、小朋友其實係唔需要好似成年人咁樣，即係日日夜夜即係為生活賺錢而去奔波啦。小朋友個正職其實佢基本上佢只係讀書，OK。不過當你講你嘅成人嘅工作嘅時候咧，你都要分析到，或者你自己都知，其實我哋而家社會上有4種人賺錢嗰個階層流動嘅模式，你都要知嘅。即係第一層係乜嘢？靠體力勞動賺錢。咁當然咧，而家呢個年代已經好少噶啦。即係呢啲係冇乜技，即係冇乜技能嗰啲啦嚇。咁如果有技能嗰啲，就即係靠專業、靠專長、靠技之長去賺錢。呢個係第二個 level。跟住第三個 level 咧，就係你做老細啦，靠資源去幫你賺錢嘅 model 去建立。所以呢個就係開公司。咁而家呢個就係第三層。最後第四層咧，先靠資本賺錢嘅模式，就係靠投資啦。所以如果你跟住呢個箭嘴去嘅話咧，如果你冇第二層、第三層出現嘅話咧，點都係由第一層去到第四層。即係換句話講，點都係要靠自己常態嘅工作，無論你係1、2、3層都好，最後先講用投資嘅方法嚟去令到自己賺錢。嗱，呢個係社會上一個即係一路個 model。當然啦，而家一路都係變緊，因為而家體力勞動開始越嚟越少啊，所以你一定要靠第二層或者要建立第三層，然後最後先講投資，靠資本賺錢第四層。OK，咁大家要有一個基本嘅了解。所以其實投資本身呢種理財嘅方法咧，本是係成年人嘅生活課題，因為根據香港嘅證監會規定咧，未滿18歲嘅青少年人係自己係即係我淨係講即係喺開證券戶口嚟講嘅投資嚇，我即係合業嚟講嚇，18歲嘅小朋友即係嘅青少年人咧，未到18歲咧係唔可以開一個投資戶口嘅。OK，喺香港嚇，當然好多國家
佢哋係咪18歲啊？未必，所以即係你唔係界定，即係唔一定係似香港㗎嚇。即係咁，我哋翻嚟講香港本位嚇。咁就因為咁嘅緣故嘅話咧，呢啲問題咧，其實投資嘅嘢咧，喺法律上啦，小朋友或者唔好講青冇嘅小朋友，未夠18歲咧，佢都唔可以 independent 自己去投資。嗱，我想講呢個説話，但係點解今時今日仍然好多人、好多父母仍然希望小朋友早啲學投資啊？好啦，呢個時候咧，我就好想大家分享下，點解你今日對呢個課題咁有興趣，同埋點解你即係咁想小朋友早啲學投資咧？啊，呢個我反而有興趣喎。啊，各位，不如你喺聊天室打幾個字，話俾我聽，其實你點解想個小朋友學投資咧？啊，你俾我知啊，好嘛？我想睇下大家有啲咩分享，好嘛？啊，我停留半分鐘，俾大家打幾個字俾我，認識啊？不過小朋友唔係青少年人，未到18歲，佢都唔可以開戶口喎。如果你要俾佢即係投資嘅話咧，一定要陪住佢，而且要用即係要聯名先可以做即係合法上嘅投資。咁點解我哋仍然咁想小朋友提早學投資咧？OK，話俾我聽，有冇人打俾我打啲原因俾我？或者你甚至開咪啊，講幾個字，講幾句俾我聽，有冇人開咁講完就俾我知，我想聽下。哦，good，公字不出頭啊！好，仲有冇啊？啊，自己錯失咗機會，希望小朋友早啲開始啊。OK，自己唔識，所以想小朋友早啲識，避免日後對投資無知。Good 啊，係啊，以上打俾我字嘅，打俾啲字俾我嘅朋友咧，我都好認同你嘅睇法啦。其實講真啦，即係我哋其實都，我唔知你啊嚇，我就唔係好叻投資嘅。嗱，當然都要識啲啦。咁啊，呢個世界都唔係淨係即係翻工賺錢咧，你都有即係第二嘅我哋叫 passive money 啦，利用收入啊。啊，誒，多謝大家嘅即係話俾我聽，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 popular 嘅一啲嘅原因。我想同大家分享幾點喺裏邊。雖然頭先大家講好似係一啲嘅理由，但係其實裏邊咧隱藏住一啲危機喺背後嘅。OK，好，我試圖去睇睇下一張 PowerPoint。好，大家睇到啲文字啊。父母仍然希望小朋友學會投資嘅原因有幾個。第一，想小朋友儲蓄一筆教育基金。嗱，其實教育基金咧，其實就係大人想小朋友將來讀書，想早啲俾佢有啲嘅投資嘅戶口開咗，但係其實呢樣嘢冇關小朋友事，因為其實佢個過程同埋佢將來得嗰筆錢，其實小朋友都唔會有現金喺佢手嘅，因為你已經用咗係佢將來小朋友讀書教育基金。第二，提早同小朋友開立一個投資戶口，獲取更多時間增值金錢。但我話俾大家聽，嗱，呢樣嘢你就正我頭先講，佢開唔到個戶口嘅，所以呢個仍然係你就算你一廂情願，你要學投資咧，你仍然係法律上合法地即係做一啲具體嘅東西啦，仍然係識大人嘅事。加上小朋友嘅思維係未能夠同步成熟去理解你做緊啲咩嘢。第三，你仍然希望早啲俾小朋友認識投資係培養小朋友財富嘅思維，投資可以俾佢早啲認識賺錢嘅方法。我相信呢個比較多家長或者朋友認同呢一點㗎。不過我想同大家講，你俾小朋友打下一個良好嘅財務基礎，或者頭先我講，你記唔記得頭先講1至7，你如果都未教咧，咁啊就唔好教第8，因為投資明顯就講賺錢嘅方法，所以財務基礎唔係由投資賺錢開始。你咁快就要俾小朋友賺錢嘅話咧，呢個唔係佢合法嘅渠道。
OK，咁所以我話俾大家聽，佢個財富思維咧，應該由頭先嗰一至七建立一至七開始。佢要有頭先我講嗰啲，即係錢大致上你點賺錢翻嚟，點辛苦透過工作去賺錢翻嚟，點樣消費，點樣儲蓄，點樣去規劃，點樣去記帳，點樣去即係去保護自己嘅錢，唔好即係讓啲錢遺失咗。嗱，呢啲先係基礎，賺錢就係最後第四，投資可以隨時賺大錢。呢個説話咧，其實係同大人講嘅。小朋友未認識或者未有承受風險同埋判斷嘅能力，其實你咁早俾佢認識，佢都未有咁嘅能力。加上投資咧，可能失利蝕不起，即係我呢個想嘅意思就話咧，如果蝕錢個小朋友都係冇感覺。所以既然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咧，我哋應該點樣正確去睇？我點樣要讓小朋友或者幾多歲，我哋應該去做一啲好重要嘅 grounding 開始咧？呢個先係我覺得重要同大家分享嘅事情。OK，好，我呢個有條巴係咪遮住大家睇嘢？其實要教小朋友認識投資咧，其實有三個方向嘅。其實請講講就係 ASK，A 就係 attitude，A 投資態度，S 就係講 skill，OK 財技，K 就係講 knowledge，講知識。喺呢三者裏邊嚟講，知識、技能、態度，呢三者裏邊咧，首先要分析下佢三者喺即係喺我呢個時代裏邊咧，其實係點樣走動嘅。時代不斷喺度改變，所以投資嘅知識 K 同 S 都不斷喺度變。即係簡單啲講，財技一路去轉啦。今日有 JPEX，OK， 有 JPEX 就唔好啦，JPEX 嗰啲嚇。今日係講貴金屬咁啊出年又唔講噶咯喎，出年可能又係另一啲即係另一啲嘅財技嘅方法即係用 ETF，可能你過咗一年半載，佢又唔係用呢個方法去投資噶咯喎。知識更加喺度改變，不斷喺度改變緊，AI 都令到我哋喺度轉緊啦。所以其實你要教投資知識同埋財技，其實不斷喺度變，不斷喺度變嘅話咧，小朋友如果得幾歲甚至十幾歲，去到去合法去學習投資嘅話咧，仲有一段相當長嘅時日。其實你教咗之後都冇用，你教咗都冇用，因為當佢有能力合法去投資嘅時候，呢啲一切都冇，都已經改變晒。OK，因為時代改變緊，所以唯一一樣嘢唔變咧，就係佢應該要有個投資態度，態度好重要。我哋或者另一個 term 唔用態度，就叫我哋有正確嘅投資嘅眼光，變得就重要。因為知識同財技喺度轉，唯一令到我哋嘅 origin 就係投資嘅態度唔轉先係好重要。因為呢啲東西先係歷練到我哋能夠喺咁多個時代裏邊，我哋仍然係會認識投資同我自己生命嘅關係。所以態度係跟你人生 OK 嘅軌跡嘅，知識同財技係俾個時代喺度改變緊嘅，你係迎合緊呢啲改變。所以唯一就係你自己確立咗一種好穩陣嘅你自己，唔會跟住個時代不斷轉，而係你自己有個正確嘅眼光，呢個投資嘅態度變得好重要。所以我哋應該要教嘅就係教投資嘅態度，或者叫意識嘅培養。如果你真係要教嘅，從小就應該教呢樣東西，而唔係聚焦咗喺投資嘅知識同埋財技。Okay? 所以簡單啲講，你要培養小朋友嘅意識咧，即係其實有三個好重要嘅條件，三個足夠。第一個足夠咧，就有足夠嘅心理質素。OK，第二就係足夠嘅資金，第三就係足夠嘅時間經驗。
OK，即係時間累積經驗啊，應該話有三個足夠。你如果做好呢三個足夠啊，就係你要培養小朋友嘅 attitude 正確啦。嗱，第一個足夠嘅心理素質，我要訓練佢有長遠嘅眼光，投資係永遠講 long term 嘅，係長線嘅。所以其實背後裏邊咧，我哋好重要，好重要，你要建立小朋友啊，就係背後嗰個心理質素，即係具體啲講就係要教佢有自律性，即係話咧，即係我贏輸咧都唔會喺度轉移嘅。我對我自己規律上自己有一個 rhythm，自己嘅心態嘅進程嘅話咧，我自己可以收放自然，俾我自己控制 under control，under 自己嘅 control 好重要。你睇而家其實好多人係俾商家俾呢個世代喺度 manipulate 緊，改變緊我哋嘅 rhythm。所以如果自己唔係有一個好 regular、好穩陣嘅自律性咧，其實我哋永遠都係輸家，因為我哋永遠都唔會快得過呢個時代嗰個步伐。但係要跟自己嘅 rhythm、自己嘅節奏、人生嘅節奏改變咧，要靠自律性，要有恆心，要有耐性，更加要有專注力。嗱，呢啲就係我哋講嘅心理嘅素質嘅培育。所以我哋啲課程咧，其實唔係一定喺投資裏邊要教，其實喺旁邊喺人生裏邊有好多嘢要學。所以我哋個課，我哋要教小朋友，頭先阿 Joey 講嗰啲課程咧，就係培訓小朋友呢啲咁嘅即係 grounding 好重要嘅。我哋成日講心理素質，講乜嘢？就係講自律性，講耐性，講專注力，講恆心。OK，恆心其實講乜嘢咧？就係講第二，足夠嘅資金。佢哋將來小朋友要講投資嘅錢咧，我可能我嘅思維較為保守啦。嗱，今日我首先要聲明我嘅態度，我對小朋友投資即係嘅嗰個嘅取向啊，我偏向比較保守，大家都聽到嘅。但我要嘅就係要穩穩陣陣打好佢嘅基礎，所以相對一啲人，即係大家係即係 relative 噶嘛。如果相對我咁嘅睇啊，人哋就話我保守，咁你就用。如果你覺得呢個態度，我哋咁嘅培育啊係正確嘅，咁你就唔覺得我保守。我覺得呢樣嘢先係我哋應該要為小朋友而做嘅。除咗頭先要培訓小朋友嘅足夠嘅心理素質，第二就係足夠嘅資金。足夠嘅資金即係話唔講係乜嘢？我好多時候我都聽見啲爹哋媽咪，俾佢學投資啊，不如打本俾佢投資啦，俾筆錢佢啊。No，甚至到咧，而家啲年青人咧，即係周圍嘅世界裏邊咧，周圍都係吹緊啦。你冇錢啊，攞政府啲 grant 去做咯。一去到大學咧，就政府好多啲 grounding 啊、loan 啊，咁啊俾啲青少年人讀書噶嘛。有好多啲父母唔多點理，即係繼續蒙在鼓裏嘅話咧，而家其實好多年青人到咁上下個心就跳咗出嚟噶啦，佢就動用咗 ground， 可能冇啲問題，loan 你就慘啦。大家要記住一句説話，你自己都要記住，我哋永遠唔會借錢去投資。如果青少年人10零歲已經養成即係已經有一種膽量攞政府窿去就去投資嘅話咧，而家可以月供啊嘛。哇！你呢個小心好，你要小心啲，因為呢筆錢基本上唔係嚟自佢嘅。所以你問我足夠嘅資金，然後先去講投資嘅話咧，我反而係講第一點，憑自己從小儲蓄。所以要小朋友儲蓄，即係其實幾歲人可以儲蓄啲錢冇乜地方去，唔緊要㗎，你繼續滾住佢啦。同埋我下一個月都會講新年嘅利是錢咧，其實有一半嘅錢咧，我鼓勵即係一半嘅利是錢咧，我鼓勵家長係開個小朋友一個，即係幫佢開啊，佢可能都係細個幾歲人都未認識嘅時候，就利是啲錢都唔會用咁多，你滾啲利是錢。因為每一年嘅利是錢都有一嚿錢噶嘛，你就開一個，即係用佢預設一個長線啲嘅
儲蓄嘅戶口，咁啊定期都可以嘅，讓佢喺度滾十幾年，由幾歲滾到十幾歲。咁即係話換句話講啦，佢嘅將來嘅利是錢其實多個好重要嘅去向，就係貨。即係當然啦，將來18歲佢有權佢自己動用呢筆錢，究竟點用嘅？但係起碼如果你真係用呢個思路嚟諗咧，將來投呢嗱新年利是錢同埋至少儲蓄備嗰啲唔係叫儲蓄，嗰啲叫儲備嘅錢咧就有去向，就係貨將來去學投資。所以嗰筆小朋友或者青少年人未夠歲數嗰啲，佢其實佢好多出邊啲途徑咧，有啲係模擬嘅 game 啊，教下小朋友點投資啊，所以你小心啲嚇，即係唔去到真錢嗰啲啊，就冇乜所謂啊。你啲模擬嗰啲電子遊戲玩下投資嗰啲冇乜所謂，你純粹教下 concept。但係真係如果你俾佢知道真金白銀用現金嘅話咧，咁你要小心啲。第一，你唔好打本，你緊記，我唔贊成18歲之前打本嘅，打本佢都做唔嚟，因為冇戶口俾佢開到，所以唔合法嘅，唔合法嘅嘢你夠唔夠膽俾小朋友做啊？第三個足夠時間經驗，講個時間經驗做乜嘢啊？我要入佢有未學投資、未真正投資之前，佢利用零用錢學我頭先1至7嗰個畫面啊！知道啲錢點儲、點使、點樣規劃點樣去保護，去學足呢啲，去點樣去規劃自己嘅零用錢。我細細個就要佢有一個咁嘅基礎，呢個基礎嘅建立係需要時間嘅經驗，即係甚至到佢消費使錯錢，佢知道啲錢使錯咗。佢呢啲都係累積咗一啲成功或者唔成功嘅經驗累積，所以係需要時間教咗佢呢堆東西，然後先好講投資。加上如果個小朋友嘅性格係稍為 timid 嘅，即係內向少少或者細膽少少嘅，佢可能調翻轉將來投資要講承受風險嘅能力啊嘛。佢即係佢嘅程度未能夠去承受少少嘢就好肉赤㗎啦，好即係佢完全唔了解自己關於使錢嘅時候，佢自己嘅性格係點樣嘅話咧，將來點樣承受風險？所以呢啲全部都係由 grounding 開始，佢呢啲就要靠以前你要俾佢一個好好嘅時間經驗，累積一啲使錢用錢啲錢點嚟嘅經驗，然後先講投資。所以下邊嗰句説話，我淨係話你讓個小朋友慢慢長大，慢慢俾佢明白啲錢可以儲翻嚟嘅，然後儲咗一段時間，然後先慢慢學投資，啲錢可以滾出嚟嘅。呢個立論，呢個做法就正規同埋係順理成章嘅。所以我夠膽大膽啲講，如果你向小朋友解構人點解要投資嘅話咧，我好想送以下呢堆説話俾大家。OK，其實我哋點解要教小朋友，即係人點解要投資咧？其實第一個目的就希望獲得財富自由，至到心靈富足嘅境界。真正財富自由咧，其實真真正正咧就即係你我哋成日講 financial freedom。咁如果真係俾你賺到好多錢啦，你真係似乎去到 financial freedom，邊一個人覺得自己即係喺年青嘅時候就 financial freedom 啊？除咗嗰啲咬住金鎖匙出世嗰啲之外，有幾多個可以啊？即係講 financial freedom，我覺得係一個境界嚟嘅啫。但呢個境界，我覺得係過渡嘅，唔係終極。如果 financial freedom 去唔到心靈富足嘅境界咧，其實都係都未掂。因為俾你財富自由之後咧，咁 what is the next？ 咁你自由咗啦，我俾你30歲自由啦，你賺到好多錢，咁跟住點？
咁跟住點？人生 OK，人生其實就算你旁邊好多錢嘅，咁我咪好多錢可以做好多事情咧。咁做乜嘢事情先？呢個先係值得我哋諗終極嘅答案。所以我送下邊嘅說話俾大家：真正財富自由係達至心靈上嘅富足，唔係單純淨係物質同埋金錢上嘅累積，唔係學習點去花錢去滿足自己嘅物慾。我係好想小朋友長大之後，點解要學投資啊？係唔使為生活而過度煩惱金錢。不過更加重要嘅係背後唔淨係煩惱錢，因為financial freedom 咗之後咧，我更加重要嘅事就係我提高咗自己生活嘅選擇度，先係最重要。即係話咧，其實人生最重要，你賺咁多錢做咩？OK，賺咁多錢就係俾我有選擇咯。人生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東西。我有選擇嘅話咧，先能夠達到自己真係心靈嗰嘅境界，自己好想做嘅東西。如果自己咁心靈富足嘅境界，其實係點樣噶？個境界其實就係可以令到自己係可以持續 happiness 嘅。大家緊記住，如果我得到 financial freedom，但係我得唔到即係持續嘅 happiness 啊，唔可以即係俾自己即係放負面或者財富自由嘅時候咧，你就患咗個重病，你 happy 都 happy 唔到啦。其實除咗呢樣嘢好重要，就俾自己有生活嘅選擇度嘅話咧，我更加重要嘅就係我要小朋友更加有個終極好重要，就係我人生有好多夢我要追嘅，我要達成。得咗錢，錢只係媒介，但係去唔到終極。終極係因為我心靈上有一個 target，我出現咗啦。原來我富足係為咗乜嘢啊？我富足係為咗除咗唔使煩我生活嘅衣食住行之外，你一個更高嘅境地，你要小朋友要到嘅嗰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學投資？點解人要投資嘅？嗰重要就係要懂得還恩啊，還恩同埋造福社會同埋屋企人。當我哋能夠去到咁嘅境界嘅時候咧，心靈上嘅滿足就 achieve 啦。咁你嘅財富自由就有持續性去獲取你人生持續嘅快樂。呢個就係我想解構一個好重要背後一個迷思，想話俾大家聽。其實周圍嘅人都講投資就係想自己 financial freedom，但係你話俾自己聽，呢個唔係終極嘅，因為你去到 financial freedom 咧，其實唔係個 M，只係個過程。其實你財富自由之後咧，跟住點？其實今日好多人都未必揾到，即係許唔到自己財富自由啊！因為其實咧，可能已經喺人嘅眼中，其實佢已經好 financial freedom，但係佢仍然未覺得自己 financial freedom。點解？因為其實佢嘅境界，佢心靈嘅境界未去到真正嘅富足啊！富足係點啊？呢個人覺得自己有價值喺呢個人生裏邊，因為我持續可以令自己開心，持續啊！記住啊，同埋我能夠造福社會。所以你見到咁多成功投資嘅人咧，佢都有一樣嘢可以令自己持續 happiness， 即係持續有 happy 嘅，就係佢不斷去造福人群，去捐錢，去幫人。因為嗰個唔係令到自己 happy 咁簡單，我見到人 happy，我自己都 happy，我有得到 happiness，所以呢個先係投資最高嘅境界，心靈富足。如果你父母要問，咁我正職幾時可以教小朋友投資啊？嗱，呢一版簡單啲講，你有3個好重要嘅先決條件。嗱，唔講時間住，先講你要有天時、地利、人和。天時係乜嘢咧？你覺得你有時間教你個小朋友關於投資嘅嘢咧，你先好開始。OK，即係你已經覺得自己有 timing 嘅。因為如果你教咗一啲，教啲唔教啲嘅話，當然係好過唔教。
因為如果唔教，出邊啲人爭住幫你教，咁你仲弊。啱嘅，頭先我都見到有家長散，因為我細個時唔識，咁你而家知道一啲，咁你覺得你有冇時間教先？因為呢個係要耐性同埋要耐心喎，你記住，你有冇？第二，地利，你個小朋友到一個有能力達到嗰個管錢嘅基礎嘅階段未啊？如果佢連使錢自己都唔識嘅，都唔知你錢點賺翻嚟嘅，即係點樣辛苦工作賺翻嚟嘅啊？唔知點規劃自己嘅零用錢，你講咩投資啊？第三，人和，人和係咩意思啊？父母都自覺自己有，你都學到一啲基本嘅投資，你有你自己一套嘅經驗。所以如果你係一個投資專家，其實可能係你嘅步伐可能快啲教你嘅小朋友嘅。不過你要記住下一版都要睇歲數啊。下一個啊就係教識小朋友認識投資嘅3個歲數嘅時段嘅步驟啦。如果你真係要我講age 咧，我勉強用呢個10歲、12歲、14歲呢個階段。如果你個小朋友係頭先講係幾歲嘅，其實你4、5歲都可以講噶。不過呢個係講緊10歲呢幾點。第一，定期儲蓄同埋具備全面嘅儲蓄基礎。所以頭先講嘅全面嘅財商嘅基礎，頭先我就係講1至7。大家睇到啦，就係喺你小朋友細個嘅時候，慢慢教佢點樣儲蓄、點樣消費、點樣做規劃、點樣做分享、點樣記帳、點樣protect 自己嘅錢，就係做呢啲。同埋最重要就係定期儲蓄。定期儲蓄唔係講1年2年。小朋友，如果你而家呢個小朋友4歲嘅，4歲就開始要佢定期儲蓄。儲蓄個錢為乜嘢啊？除咗有啲短期嘅夢俾佢 achieve 之外咧，你要令到個小朋友繼續持續有啲錢係儲備嚟㗎，唔係儲蓄。俾佢細細個就已經旁邊有一筆錢，又係用佢自己名下嘅，開個 saving account，一路同佢做儲備。頭先我講嘅農曆新年嘅利是錢嘅一部分咧，就係讓佢名下細細個又已經有個名下屬於自己嘅 name 嘅一筆嘅儲備，放乜嘢啊？我將來學投資。OK。第二點，透徹了解人點解要投資嘅目的。頭先我講前設個版咧，大概你要 jam 到小朋友細個要有夢。OK。讓佢點樣去同人 share，點樣去感恩。呢啲就係投資嘅人 project 將來嘅畫面。所以第三就要讓小朋友有長遠嘅眼光。所以儲蓄要點解要佢有一筆錢？可能唔係短期嘅目標，當然短期嘅目標可能儲幾個月都可以買到啲嘢㗎，但係都要讓佢俾佢知道就係你其實將來你要將佢由儲蓄去到投資增值呢個畫面啦，都要一路慢慢將佢個儲蓄嘅目標嘅時間一路拉長，目的就係俾佢學會長線、長遠眼光睇佢accumulate嚟嘅錢嘅用途。當然啦，背後認識風險管理都好重要嘅。譬如佢使錢嘅時候，佢嘅心態點，讓佢慢慢俾佢明白，有啲錢即係你好可能無端端冇咗嘅喎。即係嗱，呢個比較，你就按佢嘅生活狀態裏邊嗱，風險管理啦。我哋會隔2、3個月，我會同大家分享你點樣教保護金錢嘅時候咧，我會講埋你點樣讓小朋友認識咩叫風險。風險其實有得教㗎。8、9歲嘅小朋友，我哋已經可以透過佢嘅生活裏邊去認識咩叫風險管理，係有得學㗎，唔係冇得學，唔係喺投資裏邊學。我哋唔係講緊大人嗰套。好啦，咁又除咗呢啲咁重要 attitude 之外咧，第二基本嘅理念，咁就大1、2年之後12歲，咁就乜嘢啊？真真正正進入頭先我講
ASK 個三個畫面嘅 K 啦。所以你有幾多嘅投資嘅知識咧？你慢慢你如果你有咗個 attitude 開始咗咧，你就開始讓小朋友認識多啲 knowledge，了解呢個社會上個經濟市場嘅運作係點啊？啲商品係點樣嚟㗎？唔係商品就服務，點樣由一個即係有需求同埋有供應，其實係點樣運作㗎？OK，咁你就開始慢慢俾佢認識，從生活上我哋嘅衣食住行呢個層面裏邊去認識下一般嘅經濟市場，即係簡單啲講，有嘢買有嘢賣，嗰啲運作係點樣㗎啦？讓佢慢慢俾佢認識裏邊，開始多少少啊，有啲地方係投資嘅喎，由銀行開始，銀行哦原來有啲保險公司嘅喎，咁你就慢慢俾佢認識，即係搞清楚投資啲乜嘢嘢啊！我中意就係、其實真正具體投資啲乜嘢工具啊，係去到 skill 嗰時候先講嘅。咁所以基本操作係要到14歲。當佢了解咗嗰個經濟市場嘅運作，原來有一個叫股票市場。嗱，呢啲都可以喺有咗之前嘅 attitude 第一陣基本意識嘅 level 之後咧，你就可以教一啲基本嘅理念。呢個就視乎個小朋友係咪 feel interest，你係咪 get ready，你自己係咪認識？OK，然後慢慢按你嘅步伐去慢慢 enrich，即係增潤你嘅小朋友對投資嘅理念嘅認識。去到真正去多啲操作嘅畫面嘅話咧，其實我建議大家開始慢慢去講啲投資工具嗰幾個類型咯，咩股票啊，即係咩叫債券啊，即係嗰啲即係咩叫基金啊，即係嗰啲啦。不過我如果再要入啲嘅話咧，我中意會利用即係可能爹哋媽咪都有投資嘅經驗嘅話咧，有一隻藍籌股，因為呢個最基本、最基本嘅東西啊，譬如即係0005係好似係電力公司啊，中華電力啊，咁啲中華電力嗰間公司係點運作㗎？其實裏邊咩叫股東啊？咩叫股票啊？咩叫其實佢裏邊咩叫做有盈利啊？即係嗰啲東西現實操作嗰啲話咧，藉咗一間藍籌股，一隻藍籌股你買開嘅，讓佢慢慢去喺裏邊去了解爸爸。哦，原來都有時有賺有蝕。哦，原來同個社會嘅一啲嘅供求有關係，或者同嗰個社會嘅環境、世界嗰個動盪啲石油各樣嘢影響個電力供應嘅喎，咁即係呢啲慢慢將嗰個圈子擴大，以至到實體上一間即係一隻股票嘅運作，或者股市公司嘅股票公司嘅運作係點樣嘅咧？你可以跟住慢慢講啦。嗱，呢個就係我好想好簡單講一講，嗰個就係層次上3個時段，你點樣可以教你嘅小朋友去認識投資？OK，有人講過，即係正如我頭先都講，爹哋媽咪係咪小朋友咁上下大，或者叫少年人可以打本俾佢投資啊？你問我，頭先大家一路聽我講，我都係覺得我唔積極鼓勵，甚至唔鼓勵。OK，第一佢未合法，太細，未夠18歲，佢都未可以做。咁你話如果18歲啦，咁18歲咁，其實你打本俾佢嗱，你都要留意埋我以下寫嘅嘢嚇。你俾佢投資，其實你俾 advice 佢，咁賺錢就冇所謂啊，但係蝕錢就該會啦。如果蝕錢係你打本咧，其實佢冇入，即係佢唔入肉嘅喎，佢冇感覺嘅喎，因為輸錢唔係輸佢嘅錢啊嘛。咁佢都冇風險嘅，佢都睇唔到，其實即係裏邊係有風險。相反，其實你都走去投機比較多，即係個小朋友都係投機，因為依個年代裏邊好多人其實投資同投機都分唔清楚。將投資就變成投機。咁小朋友依個青少年人咧，
投資同投機一線之隔嘅，即係一步之遙嘅。即係其實佢一定佢賺錢就開心咯，蝕錢就自己冇規律性，同埋自己 bear 唔到，呢個唔現實嘅。因為投資係需要 take times，賺錢係固然開心，但係蝕錢冇感覺，就係你要傷心，佢都唔會，因為佢唔傷心。所以直到幾時可以咧？我鼓勵家長，如果你真係打本咧，你都要有共同投資。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佢出一半，你出一半，就算佢出三分一，佢出三分二，佢都點都有三分一，先係可以18歲之後俾我慢慢去 learn，即係你鼓勵佢，即係你喺裏邊咧 pair up 咁都覺得 OK 嘅，因為你就有咗個共同管理權喺裏邊咧，你就容易做嘢好多啦。嗱，呢個仍然係我覺得咧，即係大家要守住一件事，唔好喺小朋友未有頭先嗰3個時段，即係10歲、12歲、14歲嗰啲運作或者嗰啲東西學習到嘅話咧，走去無端端打本咧，因為個小朋友其實佢對投資空白一邊，因為佢冇 grounding 喺前邊。咁你個打本咧，基本上係賭錢落海。你話我唔緊要嘅，輸錢就輸錢啦。你可能對嗰個錢冇乜感覺，不過更冇感覺嘅係你下一代。你如果你諗下，你下一代對錢冇感覺咧，你係咪先驚？即係呢樣嘢，我覺得跟住家長要諗嘅就係更加長遠嘅地步，就係你俾咗啲乜嘢經驗俾佢咧，俾一啲錯誤嘅觀念，賺錢有賺有蝕噶嘛，投資係要冒風險啊嘛。證監會成日都喺電視裏邊講啊，咁佢冇經歷嘅，即係如果你咁做，所以我好中意用，即係其實以上嘅東西咧，我好中意用著名嘅投資學家或者唔係學家，投資家巴菲特好中意講，人生嘅投資就好似一個滾雪球呢個理論啊，大家用呢一個嚟做一個 memory 啊，OK？巴菲特講投資就好似滾一個雪球嘅大細，你賺多啲錢就代表個雪球滾大啲啦。OK，有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先講第二個因素啊，有充足嘅雪球，唔係有充足嘅雪量，即係有銀彈啦。所以你要有充足嘅雪量啊，你係需要慢慢累積啲雪噶嘛，所以要有足夠嘅錢。OK。上面嘅因素夠長嘅波度，雪球之所以滾大啊，因為佢個時間夠長，所以投資係需要 take times，需要時間，所以唔好諗住賺快錢。OK，如果小朋友未有呢啲咁嘅心理質素嘅培育咧，加上你自己都冇耐性咧，咁你嘅小朋友就冇耐性噶啦，咁嗰個投資就變成投機噶。所以我加多個因素，就係背後咧佢有正確嘅觀念、正確嘅投資個素質嗰個觀念培育或者意識嘅培育好重要。所以呢三者正正就係人生要投資嘅3個好重要嘅因素喺裏邊。OK，所以我差唔多去到最後噶啦。投資、投機、賭博，其實喺呢個時代裏邊咧已經好模糊嘅。大家已經即係好多時候都分唔清楚，即係三者嘅分別啊！我如果用風險同埋預測嘅程度嚟做一個 differentiation，有一個分別嘅話咧，賭博週期係短嘅，大家都知道，風險難預測，賭錢就你就預測，即係你預測唔到自己嘅風險嘅，根本就根本係冇得預測嘅，係 no，OK？投資同投機咧。大家明白周期，投資永遠係長，投機永遠係短。大家而家呢個年代裏邊咧，大部分都係玩緊投機，OK，所以同投資冇乜分別嘅。喺風險上面，大家都明白，投資應該相對係較為細嘅，因為係需要 take time 長嘅。投機風險大，當然，最後就係
投資可以相對稍為可以預測到嘅，因為你手頭有 knowledge，你肯要 take times 嘅話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嘅股票永遠最後都係贏㗎啦，只要你肯等就 OK 㗎啦。但係投機可唔可以預測啦？其實我打錯字嘅，應該係否㗎，唔好意啊，即係其實應該唔係是啊，可唔可以預測係預測唔到嘅，我打錯字啊，呢個係否。所以就咁睇投資同投機，大家都睇到一個明顯嘅分別，就係呢個係一個你個心態係咪正確？其實投機嘅人咧，永遠都係靠僥倖。我隔離有張 Labubu 嘅卡，正正我想舉一個 example 話俾大家聽。其實呢個年代我哋俾周圍呢啲人呢啲即係不懷好意嘅人製造咗好多嗰啲其實冇價值嘅嘢，令到佢有價值，就因為投機炒賣變成一啲少數人賺錢嘅啲方法。佢嗰個唔係投資，大家知個投機，無論係炒黃牛票啊，即係演唱會飛啊，炒卡啊，即係而家啲人我玩下啫，即係無傷大雅嘅。但係我想喺個雲裏邊，我想講就係現在呢個年代嘅消費或者叫消遣咧，同賭博啊都好接近。我舉個例子，大家明白我呢句説話。你睇下而家啲人抽盲盒嘅，佢覺得係一種玩意，但係抽盲盒其實就係一種賭博。佢就係攞緊呢啲人嘅僥倖嘅心理嘅弱點，希望哇你咁多個都唔得，我得喎，呢個得唔到我噶咯喎，就利用緊呢個人嘅即係呢個僥倖即係成功嘅心態啦，就走咗向賭博嘅心態出現，美其名好似係玩緊消遣緊，咁但係其實喺度賭緊錢。所以其實咧，投資正確嘅心態係不投機，不夠僥倖，肯等待，肯做功課。所以你 get ready 未啊？你教你小朋友做功課，你有冇一啲嘢係俾你嘅小朋友喺個過程裏邊學到啊？佢嘅功課係乜嘢啊？佢懂得有規律嘅去管理自己嘅錢。佢慢慢去 study，佢所謂叫投資嘅學問，有長線去睇，你要教佢定點樣依家時候係風險嘅情況係點樣啊？唔好喐佢。我哋等得嘅，即係呢啲就係佢要慢慢 study 喺裏邊，心態要有慢慢。所以大家都明白咩叫做功課啊？其實我背後嘅目標就係想賺取較確定性嘅錢。呢個先係我希望人有呢啲咁嘅心態喺度。所以舉最後一個例子，其實幾時要教投資啊？我舉個例子，台灣，因為台灣個課程喺學校個課程裏邊已經好成熟，去教到投資嘅。但係佢幾歲咧？都由首歲開始教。你望下下邊嗰個 timeline，佢之前教小朋友需要同想要知道工作同埋收入儲蓄嘅觀念。咩叫做信用？咩叫風險？佢喺之前要學晒，然後先真真正正後邊先學一啲投資嘅心法，同埋學一啲商品嘅東西。你從呢個例子睇到，唔使急嘅，你做穩啲最 grounding 嘅東西咯。呢個係一個好嘅例子，華人就係需要啲咁嘅。即係慢慢要走紮實嘅功夫嘅一種做法。我希望即係今日我呢版成為大家最後一個提醒。學投資唔需要急嘅，讓你小朋友有基本功，讓佢基本功成為佢人生你要教佢嘅投資之前嘅一個正確嘅心態。OK，甚至 ending 佢目的啊，投資嘅目的係讓佢自己心靈富足，要去到咁嘅地方，係有持續嘅 happiness， 去懂得去還恩去到自己懂得去同人分享，去同
唔識嘅人，呢個社會我要得咁多嘅，我要俾翻社會，OK，我要愛我嘅家人，我要 share 到我嘅朋友。嗱，呢啲就係我哋要教我哋嘅小朋友，慢慢一步一步進入到去真正 technical 點樣學投資。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東西啦，OK，好，咁啊，將時間交翻俾都差唔多時間睇大家有冇問題，將時間交翻俾 Joey 先啦。多謝晒關校長，非常之多謝，好豐富嘅，每一次都係好豐富嘅準備啦，係啦，俾咗好多資訊我哋。好想睇下咧，大家有冇其他問題啊？我可以 share 多次最後一頁，係啦，校長可唔可以 share 多次最後一頁啊？等等啊，誒 share 到未啊？咦，我 share 到噶啦，未啊，未有見到。好，其他朋友咧，其他朋友仲有冇其他問題咧？或再 者 share。咧，先係阿 Ken Wan 問係咪啊？誒，而家見到啦，唔該校長，得唔得啊？我又熄咗啦。好，咁唔緊要啊，咁或者陣間我睇下可唔可以 share 到俾大家，好啊，係啦，或者我想接答下大家問題啊，大家你係啦，有冇問題啊？其實各位可以隨便分享下喎。同埋咧喺個聊天室裏邊咧，我都分享咗一段文字俾大家嘅。咁咧就係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嘅兒童財商嘅資訊啦，我哋嘅分享嘅內容好有興趣，都想咧繼續緊貼我哋兒童財商嘅一啲嘅呢個WhatsApp group 啦，咁啊可以加入我哋個群組，因為咧我哋都會有好多俾家長嘅課程啦，好多家長嘅資訊啦，咁啊可以 share 俾大家嘅。或者如果大家喺個群組問問題都可以嘅因為可能哦，係啊，大家都可以提出問題噶，係啦，嗯，好，咁啊，我暫時就未有見到其他嘅問題嘅，咁啊，我就咁校長，我 share 下我好啊，個熒光幕先，好啊，咁啊係啦，咁呢度就係 Q&A 部分啦，咁啊，如果大家都諗到有問題遲到嘅咧，都一耐。可以係啦，可以回，請問可看回第7項基礎能力？哦，7項基礎能力哦，頭，OK，誒可以嘅，係啦，不過就唔係呢一頁紙咯。咁我可以 share 翻7個，因為嗰張紙比較密集，其實都未必睇得清楚。係啦。係啦，我哋喺個群組嗰度 send 翻出嚟啊。嗯，係啦，咁呢個時間咧都想同大家介紹翻啦。咁我哋嚟緊咧都會有一啲嘅課程嘅，因為其實咧個別都有啲家長咧 send 嚟問我噶，咁所以咧我都喺呢一個時間都趁呢個時間都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啊，我哋咧都會有一啲國際認可嘅課程，有小朋友亦都有成年人嘅。咁啊呢一度咧就會有小朋友嘅課程啦，就會係基礎認可兒童財商素養基礎課程，咁啊，我哋教嘅財商，除咗真係講賺錢啦，特別係課成年人嗰個部分之外咧，其實小朋友咧更加多咧就係素養佢哋嘅品格觀，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課程咧就會係適合俾一啲小朋友對於啟蒙啦，究竟俾一個 money concept 佢哋啦，咁咧我哋咧就係鼓勵大家咧可以參加呢個課程，呢個咧就係4至6歲嘅課程嚟嘅，係啦，咁嚟緊2月咧就會開班，咁呢個咧就係一個6堂嘅課程，6堂就可以申請，完咗之後咧，亦都合格嘅話咧，就可以申請一個英國嘅 KQUK 嘅英國資歷嘅證書啦，係啦，呢個國際認可課程。咁另外咧就係for 一啲大少少嘅小朋友，6歲至12歲咧，就可以參加我哋呢一個課程啦。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兩階雙證書嘅課程，咁啊佢兩階嘅意思咧，因為咧10個單元咧為之一階，咁我哋咧就會有2階課程嘅，係啦，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認可兒童財商素養即係證書課程，咁咧就會有
兩個唔同嘅 TQUK 嘅認可，仲會有 award 嘅。咁所以咧呢一啲課程咧都係鼓勵大家可以俾小朋友去早啲去學習財商啦，因為咧學習呢個嘅財商咧，小朋友咧都係需要有一個黃金嘅時間，喺一個黃金嘅時間咧去吸收呢一樣嘢。係啦，咁即係好似我哋咧學打籃球咁，即係我哋打籃球都會令到我哋身體咧會飆高，但係都要喺一個黃金嘅時間，啱嘅時間打籃球，咁啊我哋身體咧先會成長，先會特別飆高咧，係有個效果咧更加好啊嘛。咁啊，如果你話廿幾歲、20歲啦，或者係18歲先打咧，都未必有咁好嘅效果。其實咧學財商都係一樣，咁最好嘅黃金時間咧就係6歲開始。6歲至12歲就係一個黃金時間，咁4歲至6歲就係一個啟蒙嘅時間，最好嘅啟蒙時間。咁所以咧都鼓勵各位家長可以咧係盡快去俾小朋友咧去接觸財商啦。好，咁我諗咧睇下仲有冇其他嘅問題啦，或者咧大家咧都鼓勵大家可以加入翻我哋嘅 WhatsApp 群組啦。咁可以下一個月咧，我哋應該咧就會係2月5號晚，咁咧就會同大家咧分享有關零用呢個利是錢啦，係啦，因為2月17號咧就係年初一啦，係啦，咁所以咧時間過得好快啊，咁我哋2月頭，我哋咧就再同大家咧講多少少有關利是錢點樣可以好好去安排喎。好，咁今晚咧多謝晒咁多位嘅時間，係啦，thank you，係啦，咁我哋咧下個月係啦2月份再見啦。如果有好啦，任何問題都可以喺群組嗰喺財商度，喺個 group 嗰裏邊啦，我 係 send 啦，翻嗰個8個 area，話俾一個完整嘅小朋友個財商科，即係應該要學嘅基本功係邊啲啦嚇。好好，，thank 多 you，謝多謝 Joey 再好，次多唔該晒謝咁多位校長，多謝咁好開心多位，啊！好開心見到大家講 thank you，一個人真係要學習嘅，真係講 thank you 都係一個好重要學習嘅事互相即係啦，一種好重要嘅 in return 咁呢種都係一種好重要嘅東西。我見到好多好多好朋友每個月都喺度咁實在係一件好事你 regular 佢學習啦，其實係一件人生一件好美好嘅事。你人生永遠都係前進緊，俾自己生命前進，你啲小朋友先可以繼續生命可以成長。OK 關校長，2月6號見。係應承老闆，知道，我已經寫 mark 低咗，好啊，一定會咩赴約同埋一定做到最好。OK，多謝你嚟我哋學校，多好謝。，OK，好咁，thank you，多謝各位我哋下個月好，見。多謝晒嗯，thank you，拜，OK，拜拜。拜。